前，周生，你好啊，梁家榮，長話短說，第一琴日我哋嘅梁振英特首去中聯辦時間長咧，可以理解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佢要商量下任嘅政府班子係邊啲人做，點樣分裝，點樣去派餅。因為呢啲嘢唔係同中聯辦傾過啊？我唔知，我覺得係，因為佢講過佢要穩中求變，變就一定會變噶啦。同埋喺佢成個班子入邊，包括助選團，一個金融界巨子都冇，一個銀行家都冇。咁佢點樣可以平穩過渡，或者點樣可以幫香港嘅金融業繼續呢個解職或者創造更好嘅成績呢？係一個好大嘅問號。仲有一樣嘢，我覺得佢依家擺明係反面不認人，係親疏有別噶啦。舉個例，佢接信啊，或者係接見示威者啊，甚至乎同記者打招呼呢，同之前一日或者係之前一段時間已經好明顯嘅分別。咁仲有佢喺中聯辦入邊嘅時間，等同於佢喺特首辦3個大法官，同埋立法局加埋嘅時間差唔多啦。係咩咁多嘢傾咧？咁係啦，冇錯。仲有一樣嘢，借票有好多種方式，包括佢最中意嘅電台講啦，又上電視啦，甚至乎登報紙都可以，話打電話發短信乜嘢都可以，無所不用其極。但係我哋最唔中意見到嘅嘢咧，就佢做咗。咁好明顯，佢嚟緊，佢仲會再去駐港部隊啊，睇訪問司令員啊，跟住去慰問啊，跟住就去外交部駐港聯絡處度打招呼咁。因為佢實在骨子裏就係共產黨，冇辦法，所以我好想快啲加入中國共產黨，咁咧有個保護罩，起碼有好多嘢都佢中意幾時認就得，唔認都得，甚至乎佢話唔認打個老婆，唔認做個假證人，唔認利益輸送幫過啲建築師事務所都得。因為今日係勝者為王，好嘅，敗者為明白，你講乜都得，不過你話加入共產黨就唔係話你加入佢俾你入嘅。下一位朋友係